南归仁区农会特别邀请师傅来做菱角造型的皮包啊，透过这种的方式，让更较侪人会当来了解菱角。台南的官田是出名菱角产地，归仁区大潭里嘛有盛产。农会特别规划菱角物品的制作过程，要邀请社区民众来参加。今仔日呢，透过阮这个幸福农村推广计划咱来提供咱的归仁的在地活水菱角所以呢，以咱的菱角造型的皮雕、钥匙圈 DIY 聘请咱的讲师。学生听老师指示了后，嘛开始来画图，对参加学生来讲，嘛是一个难得的体验。今天来上课程呢，是用到归仁的菱角把菱角的造型呢做成零钱包啊、钥匙圈，大家都做得很高兴。那也认识了菱角它的整个生长过程。透过手作课程，让民众学到新知识，嘛会当熟悉在地的农产品。